师傅最后看一个同修的奶奶张玉莲，弓长张，玉就是宝玉的玉，莲就是那个莲花的莲，2008年往生女。张玉莲呐、对。她是在天上。对，因为有一次最近同修梦到他奶奶就是跟他外婆吵架，然后说想叫师傅看一下他现在在哪里。他外婆还在啊？外婆在，是这奶奶过世了，就梦到这个亡人跟他。看看啊。吵什么架？通知他要走了。通知他外婆。要走了。那他奶奶天上在哪一层，师傅？天上嘛，他现在天上在阿修罗道呀。阿修罗还需要念小房子吗？很难了吧？很难好的，行，感恩师傅开示，我让他自己听录音。